14问路纠结狼之哇。老师，康定宾馆在哪里？近了，达人顿站空橄榄园人。近了，当地站空橄榄园人。一直往前走就是。太个人动了送东人。去南摩寺远吗？那么这个他人不爱人。那么这个他人不爱人。不很远，他人不戎马人。他人不戎马人。走着去行吗？共同着呢，你爱人。共同着呢，你爱人。当然可以。累你。累你。哪里有厕所？恰空橄榄园人。恰空橄榄园人。往前走，左边就是。俺了送东，研修寺园人。俺了送东，研修寺园人。汽车站在哪里？龙口沙洲橄榄园人。龙口沙洲橄榄园人。顺河边下去就是。去看呢马尔松那人。去看呢马松那人。哪儿有藏餐馆？北在沙空橄榄园人。北在沙空橄榄园人。河对面有。去帕卡拉园人。去帕卡拉园人。上跑马山有汽车吗？顶头着那龙廓园人。顶头着那龙廓园人。有，但还是坐缆车好。园人完全人口的那个。园人完全人口的那个。坐缆车要多少钱？人口的那国莫嘎车给人。人口的那国莫嘎车给人。上下一共30元。亚尔马尔尼拉国莫送去人。亚尔马尔尼拉国莫送去人。情歌广场怎么走？咱也通勤进站着给人。咱也通勤进站着给人。顺河下去就是。去对呢送东人。去对呢送东人。康定机场在哪里？达人队脑子通橄榄园人。当地脑子通橄榄园人。在折多山上。伊拉头园人。伊拉头园人。二道桥浴室在哪里？不子擦去橄榄园人。不子擦去橄榄园人。在亚拉沟里面。要热布拉园人。要热布拉园人。到塔公有多远？拉公拦着呢，他几菜园人。拉公拦着呢，他几菜园人。有100多公里。西来加老藏园人。西来加老藏园人。去木格措有车吗？没跟错拦着呢，可罗园人。没跟错拦着呢，可罗园人。有车。可罗园人。可罗园人。安觉寺在哪里？安觉跟橄榄园人。安觉跟橄榄园人。在城里。中科农园人。中科农园人。金刚寺在哪里？多吉着跟橄榄园人。多吉着跟橄榄园人。在公主桥上面。公车上比对了园人。公车上比对了园人。美人谷在哪里？人民龙巴橄榄园人。人民龙巴橄榄园人。在丹巴县。荣着中了园人。荣着中了园人。谢谢你了。去看着菜人。去看着菜人。藏族谚语。白吉当白。给农难塞，没农给碰。给农难塞，没农给碰。衣裳自里面破损，使人受内部伤害。蹦啦，夏日我日，没啦，西日度日。
蹦啦虾仁火的，没啦血的毒的。草原时青时黄，世人时苦时乐。